Hello，大家好，肥黑嚟啦！現在肥黑喺緊領兵星街啊，領兵星街屋主幾間屋係49億半，之前叫52億半嘅，今日落3億啊，筍盤，我哋條巷喺度，直入去到屋啦，喺右左手邊。現在我哋到屋企啦，我哋屋企由呢度過到呢邊就係7碼2巷邊屋啊，就個深度就係4碼半啫。我哋仲有陽台chữ L 哈，L 型，直出去到領兵星界啦，11運。今日屋主落價仲有都係得49億半，有商量。你望落去好似係兩間屋咁樣，其實係一間屋啫嚇。我有兩條門，呢一條兩條門，經營各樣等等都好好嚇。我哋間屋係兩層樓，2間房，2個廁所。我現在係1樓，呢邊有一個廁所，呢度有個房，呢度我哋個陽台，我哋陽台係 L 型嚇。仲有蒲兒送添啊！好啦，如果大家各位有意思想直接睇間屋喺領兵星街11運，屋主落價3億，仲有49億半，即管聯絡俾肥黑0913 368 233，肥黑再見大家。